29号下晡，伫咧议会的小型会议室举办助听器的关证仪式。伫台南市元罗坤宏的媒合之下，台北吉林扶轮社、台南安南扶轮社，佮有汉语兴业有限公司关证本市听力障碍学生7套助听器，希望会当互这囡仔会当听到世界声音，同时嘛会当帮助因伫咧课业学习上更方便，嘛帮助因有更甲同学之间的距离。特别借着卢坤福议员能够这个媒合我们汉语兴业，还有我们这个国际扶轮3481地区台北扶轮社，还有安南3470地区安南扶轮社，还有3470地区第2分区所有的这个扶轮社友，还有行动学习科技公司能够帮忙我们台南市这个听障的这个市民朋友们，能够给他们一个像天使一样的礼物，就是助听器，能够让他们听见外面的天使的声音有时候在落后的当下，也没有办法去争取的时候，因为建户委主完中是优函，刚好一个机缘的关系我们那个扶轮社是赞助整个台湾的，首先的第一步就在台南，所以是了，咱做有福气的，你敢知？咱台南市是最早提供给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嘛希望讲16个持续申请不是讲在这里，我也向我们台南市的一些老人也向你们申诉一下，老人嘛做需要的呢，是了，老人因为听不到有时候在生活上就是不方便，那耳后会造成他失忆，因为都无个人对话嘛，就自己静下来嘛。台南市政府对本市的特殊教育学生一直以来拢非常的重视，市长惠特嘛特别安排时间，甲教育局的主任秘书杨志雄做伙来到现场，表达对关证者的感谢，并颁发感谢状，感谢议员甲先进企业，佮有扶轮社的热心关证，互囡仔会当更方便来学习甲沟通。确实就是可以在学习上很好。我记得上次帮伟成来的时候，妈妈还有带他的成绩单来。他进步很多，我觉得看到这样，我就觉得，他确实就是我们帮助到他，让他在学习上可以跟一般的小朋友都是相同的。小孩往往他就被忽视，那也影响到他的正常的受教的成效。那今天由我们台北福海扶轮社社长他所发动的捐助一个弱势小孩他听障的一个活动。那就是希望社会各界能够重视这一群，听障受损的一个小孩。有这个机会受邀参加助听器的捐赠的记者会，在这看到做这样的先进加有老朋友，感到了十分的亲切加欢喜扶轮社是一个以服务为宗旨的国际性的公益社团而在那个学童教育方面的帮助一直都是扶轮的服务重点之一。另外，议员嘛呼吁市长佮在场的贵宾，除了帮忙学生以外，嘛会当帮忙台南的老长辈，替有需要的老长辈争取助听器，互因嘛会当定定来甲人开讲，甲生活过了更快乐。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